博香港網球錦標賽，兩位本地球手創下歷史。Warrior 苦戰3盤捧走男單冠軍 ，Jack 就在女單封後即刻去片。男單決賽 ，Warrior 對決上屆冠軍Sunny Yu。Warrior 開局發揮出色，以6-1先拔頭籌。第二盤Sunny Yu調整戰術，以6-2攀回一盤。進入決勝盤，雙方互補發球局至4-4。Warrior 關鍵時刻連得2分，最終以6-4電勝。歷時2小時32分鐘，捧走今屆男單冠軍。女單決賽 ，Jack 對壘 Vienna Lie。Jack 開局稍處下風，以4-6先失一盤。換邊後 ，Jack 及時調整，第二盤取得2-0領先時，對手 Vienna Lie 因傷宣布退賽。Jack 成功首奪香港網球錦標賽女單後座，興奮心情溢於言表。現年24歲的 Warrior， 今次已經係佢連續第3年喺本地大賽捧杯。佢先喺2024年奪得 SCAA Open 冠軍，2025年在下一城贏得 CRC Open， 今年再喺香港網球錦標賽封王，3年內席捲3項本地最高級別賽事，確立咗喺本地網壇的霸主地位。上一位喺單一賽季內贏走本地3項大賽冠軍的球手，要數到2022年的 Jack Wong。Warrior 今次追上 Jack Wong 的成就，為香港網球寫下新一頁。兩代球王相隔4年，同樣創造歷史。